我哋中國最傳統、最古老嘅一門道醫足油術，同大家詳細介紹下佢嘅功效同埋作用。一般咧都係喺我哋道教一啲隱藏嘅門派先至會流行呢個道醫足油術嘅。喺出邊咧，你哋好難學到呢個道醫足油術。所謂嘅道家就係我哋道教嘅某些門派，比如話茅山、六壬、華江啊，仲有我哋江西龍虎山天師府嘅呢個天師秘傳足油術。因為喺古代啊，足油術係用嚟醫病嘅。古代醫病咧，除咗用道家嘅醫學之外咧，仲會用到我哋道家足油13科進行呢個醫病嘅。咩叫足油13科咧？係我哋古代醫術嘅一種流派，佢一直流傳到至今，但係咧都係秘傳嘅，喺市面上咧你基本上見唔到有人教呢啲課程嘅。因為天師府嘅秘傳足油術由歷代張天師教俾佢啲徒弟嘅，好多時候用呢個足油術嚟醫病嘅話咧，唔使用到針灸啊，好多時候仲唔使用到藥，只要用到我哋一啲咒語、一啲符，咁就可以醫到某些病噶啦。道家足油術喺唐代咧就基本上咧形成咗比較呢個完整嘅學科噶啦。啊，到咗元明之後咧，就喺太醫院啊設立咗呢個足油術3科。後嚟咧，足油術3科咧就慢慢流傳開去啦。啊，喺全國咧好多比較出名嘅師傅，佢哋都會有壓箱底嘅一啲技巧絕技，其中咧就有呢個足油術。足油術嘅概念，一般咧足油術咧又包括中草藥喺入邊嘅，又可以唔使用藥物治療，通過符咒嚟醫療疾病嘅一種方法。足油術喺依家有咩用咧？比如話依家雖然話科學發展咗啊，好多病咧基本上咧啊科學咧都攻克咗嘅，但係咧仲係有啲病因唔明嘅疾病啊，同埋醫咗又復發啊，好咗又復發呢種病嘅時候咧，我哋咧就應該要用到足油術去治療佢哋。因為足油術咧包括好多種方法嘅，有禁法，即係禁制住身上某啲負能量啊，有咒語啊，有觸法，觸法即係手法，按摩嘅手法，仲有好多符法，以及暗示療法、心理療法、催眠療法、音樂療法等等，都屬於足油術嘅範疇。咁我哋喺道家天醫秘傳足油術呢度，我哋可以學到全世界只有中國人識嘅呢個足油術，而且足油術咧用喺調理日常嘅病痛啊，一啲小嘅毛病啊，同埋一啲職業病等等等等咧，見效更加快嘅。現代人學足油術，第一個係為咗身體好。第二個咧，喺醫院有時有啲病因唔明嘅，經常會復發嘅病痛，都可以用足油術嚟醫好佢。而且咧喺道家咁多個門派入邊咧，天師府、江西龍虎山天師府、張天師流傳落嚟嘅足油術係最靈嘅，線下都經常會教好多徒弟同埋學生足油術啊，反饋都係非常之好嘅啊，可以睇下呢個視頻。呢個視頻咧都係講咗足油術具體嘅用法啊，比如話我做呢個動作咧，係根據呢個經絡嘅走向，同埋結合呢個按摩嘅手法嚟進行呢個疏通經絡
達到提升陽氣啊，提升正能量、強身健體嘅一種功能啊。我呢幾個手法，睇起身簡單，但係咧佢對於呢個肩周炎網球肘等等，即係膊頭、手踭、手腕等等方面嘅疾病咧，都非常之有效果嘅。原理係乜嘢？因為咧人食天地之氣以身即係人要食大自然啲食物仲有咧人又有七情六欲，咁好多時候咧就係因為外傷於風寒暑濕燥火六淫，所以生病好多時候人生病咧食錯嘢啦溫度變化啦嚇親啦等等生病，但係好多時候咧《黃帝內經》入邊又講咧，其無所遇邪氣，人無實體之所住，出現而病者，其可治咧？即係皇帝喺《黃帝內經》又講過，咁如果人又冇食錯嘢又唔係因為天氣嘅變化，又唔係因為嚇親，咁都有時都會病噶咁係咩原因咁好多時候喺現代嘅醫學咧，就檢查唔出嚟噶啦比如話驗個血，又冇事又冇炎症拍個片又冇問題但係好多患者咧就係唔舒服，好辛苦，咁係咩原因咧？其實呢個喺足油術入邊咧都有講到嘅，因為人除咗七情六欲之外咧，仲有咧向未被認識嘅致病嘅原因導致嘅致病嘅原因，咁就係有時咧可能鬼神搞到你生病，呢啲鬼神嘅嘢其實所謂嘅鬼神治病，或者講係心理疾病或者講係心理疾病吾心無鬼，鬼可以侵之；吾心無邪，邪可以擾之咧；吾心無魔，魔又何以集之咧？即係話好多時候古代因為古代嘅文化唔係咁高，佢有時會講迷信係嘛可能係鬼神導致呢啲疾病嘅發生啦。但係咧，我哋用現代人嘅眼光嚟睇咧，好多時候病痛咧，佢唔係食錯嘢，唔係溫度變化，唔係嚇親，而係有啲人嘅心理唔健全。咁一啲人心理唔健全嘅情況下，咁又有俾到七情六欲相干擾，咁佢就會生病啦。咁碰到呢啲情況，你現代醫學係冇辦法噶，咁唯有用足油術去醫療啦。而且用足油術基本上係唔使使錢嘅，都係同自身同咒語、符咒某些按摩嘅手法去解決。當然，足油術依家喺醫療腫瘤等等一啲變化咧，一啲疾病上邊咧都非常之有用嘅。因為隨住社會嘅發展好多識得足油術嘅師傅咧，佢唔單單醫鬼怪嘅病、心理嘅病，佢仲會醫其他嘅病咁喺呢個過程當中咧，咁就積累咗好多經驗啦積累咗好多經驗啦。我都係經常幫人哋做呢個用足油術調理呢個身體嘅調理呢個身體嘅好似睇翻呢度我都經常會同人哋用足油術一般我用足油術咧我有神壇嘅，因為我要用到咒語，要用到符去醫病，仲要配合手法等等呢啲等等呢啲去醫病所以話咧喺呢方面咧，我又比唔敢講話好犀利，但我都比好多師傅都積累咗更加多嘅經驗，因為我不斷咁用呢個足油術去幫人哋解決身體上嘅問題、心理上嘅問題效果都係非常之明顯嘅咁咩叫足油術三科咧？佢包括咗咩內容咧？呢啲內容我哋會唔會教咧？喺課程當中咧，多多少少都會教嘅。足油13科分邊13科咧？總共係呢13科。
咁呢13科會醫咩嘢咧？比如話傷寒啊、麻痹啊、癱瘓啊、婦科啊、眼科啊、小兒科啊、牙痛、喉嚨痛啊、內科、外科啊、鐵打損傷流血啊、生瘡啊、無名腫毒俾金屬所傷震邪驅鬼、劈毒癲癇、關骨疼痛呢啲都會涉及到即係足由13科入邊所包括嘅內容，我喺道家秘傳天師足油術初班、中班、高班都會慢慢教俾大家。